太熱跳下、熱地舞、熱地拍嘅奶牛，不論係奶奶睡得甜奶蛋，也係乖乖起得牛腩肚，將台灣嘅奶牛毛蟲，看起來就係按有限，還兩位係軟腍，兩位係軟白。行得早安客家軟白嘅大路巷，從兩片看下過去。除了傳統農作物，差唔多都係貴片搶油油木草，當前面兩位確實係向牛重建。其實早喺民國62年，政府推動農村經濟建設計劃嘅時節，就葡萄兩位嘅農民向牛，答覆韓本6條進口嘅荷蘭種奶牛，3年將輪播向南片地圖，正式成立農農專業區，開始推動台灣奶牛事業，韓兩名係全國第一隻。60年的歷史，按咱培養感覺講，你要做生意，冇乜特殊的生產，冇乜特殊的收入，甲陣的浪費就少你到輸入安鄉，你到鄉民，他甲共同組織，攏總甲陣招了100戶，甲農林廳申請補助參貸款，甲陣對荷蘭的種業業600隻做種的奶牛。兩下已經係全國第二大規模嘅輪播奶牛專區，向牛嘅大約50戶，奶牛總共有差唔多9000條，一日牛奶生產量高達80噸，年產值還超過5億台幣，就得講係絕對高經濟價值嘅農村產業。韓兩位出產嘅鮮奶因為品質好，除了提供本地名大品牌使用，喺市佔率當高嘅情況下，普通民眾價格都是廉過。輪培鄉的牛奶吼，雖然在全省因咧講過第2名啦，毋過我感覺吼，輪培鄉敢若伊也鄉爾，因當講起來摕全省第1個，見到要按市場啦吼，冇認出輪培的牛奶呢吼，足少的，幾乎吼屠殺攏是啉過。這個就是酪農的用心啦。經過30年這個經驗的累積啊，所以他們對這個乳牛的管理、飼養方面啊的技術都已經非常的成熟。雖然這種牛啊是寒帶的動物，台灣亞熱帶啊，但它慢慢經過這30-40年來，它也都比較適應台灣的環境。當然，我們政府機關的輔導對酪農的教育訓練啊，也不斷的提升我們酪農的那個飼養管理的那個技術。受到品質難保損嘅關係，上海林次嘅牛奶就停出外遷台灣生產，喺長期受市場歡迎嘅輪播牛奶，除了32年項目經驗到專業技術，農農鄉親又係用百人照顧，本兩位嘅奶牛就得生產出按多嘅好奶咯。原來保護好特條牛就係最重要嘅事情。前當然好食牛奶，甚至有人一日冇啉都做唔得。韓已經係全國第2大嘅牛奶生產區，輪播向兩位，品質為安好，最主要係記得嘅保護設施做得非常好。除了兩條順條而維起來，韓普通人係講上來落去嘅牛奶地圖，佢係完全做唔得嘅。唔但將普通人做唔得落去牛奶，學生兒想參觀未冇簡單，像因記者採訪，未聽錯而有相關單位聽人來。讓做得落去協，安樣處理保護奶牛嘅衛生安全尤其重要。因為那啲原因入來，已經一條個傳染嘅病啦，所以盡量人攏較冇電入來啊，將不傳染牛啊，當然傳染牛都是第二隻胎啊，所以人攏盡量冇啲原因啊入來參觀啦。因為這個酪農它投資很大。而且這個是他的事業，那如果因為人員不當的進出可能會造成那個防疫的問題。因為這個牛啊，它陌生的環境、陌生人進去了，它可能會有緊迫的問題除了說造成這個有帶那個相關的那個不良的菌群去感染以外啊，對牛本身如果它緊迫，它會怕的話，也是不好對它整個產乳量都會有影響。
非常生意唔本人好危险，伤害自家珍贵嘅能牛，大家乐农都将牛看作天然生命。不过保护设施除了牛栏，停车外嘅小兔、病鼠未做唔得青菜。卫生管理方面就是有不管是消毒哦，还有那个蚊虫方面，因为你蚊虫。某些流行病的话，都会经由康蚊或是蚊虫来传染一些牛会发生的疾病，像流行热这方面乳牛酪农朋友他都蛮注重这方面的。我因差不多人个田沙拢1礼拜收土1摆，若分田日参就差不多半个月啦，若个真正台风才有1个月啦，拢是规厂拢总做消毒啊，因为是提供消费者啉落去都市度嘅东西，乐农乡亲就农业单位葡萄，将牛栏环境保持到最强烈，让做得安心生产。不过下讲是照顾到牛自然嘅部分，当然唔会有好些人，所以很难重要，就系牛停出外世界牧草。上海种嫩牛效率最好、最重要的当然系记得食来东西，也就系饲料。汉俩伦贝俩为因有气候的关系，所以特别适合种了的青菜果子。所以也因为因为关系，相对记得牧草咪生得清好。和当日做的食了的牧草嘅嫩牛，难怪记得结出来了的牛嫩品质会非常赞。差唔多全伦贝都做得看到嘅老梅草，就系普通牛食嘅牧草，因为有机。牛养做得健康生长，不过单枪是两种草，和唔拿本牛嫩按优质。乐农乡亲特别进口嘅两种高价值汉代牧草，也有绝对影响。国外的话，因为他们天气方面比较适合，而且他们种植面积也大，是寒带的气候，所以可以种植寒带的这些高营养分的那个草类。狼尾草基本上就好像是我们的米饭一样。这些甘草就是用来搭配，这样子的话，适口性会好，养分也会好，这样子牛只吃的会更健康。大家就是安尼做这工作啦。辛苦哈。透早爱几点就爱起来啊？4点半。4点半爱起来啊？暗时做几点？8点半。系讲只要用心，就做得到好牛嫩，可能还系安徽省。上个学好两种经验至200牛嫩嘅嫩牛，还那大问题系几年头天都做唔得冇人照顾牛，也就系讲做乐农两行业根本冇好用了。求牛啦吼，真艰难啦吼，真好赚真艰难啦，拢无迄困，因咧365年拢无迄困，比做生意佫较艰难，因为牛突然连拢学骹啦，今拢用家器啦，较早拢用手，今拢用家器，所以突然拢学骹，无甲要发炎，无发炎所以讲因咧365年拢无同迄困，虽然经济价值比普通农作物高，不过几年差不多完全冇办法慳下來。原來係向嫩牛最辛苦嘅事情。就因為樂農鄉親拿大病，兩下仍有穩定嘅性質，不過好品質嘅鮮嫩做唔得只有長時停停。上海保持酸土高，內容豐富，經受市場歡迎。最重要係你天出要對當日生產嘅牛嫩隨時觀察記錄，注意係咪有符合標準。突然收的牛嫩交工廠料後，佢工廠反正日，特別將佢個品質轉用電腦 email， 當然用個電腦料後，對佢牛嫩嘅品質好壞，係講有問題。我因拢隨時要參與樂農保持這個聯繫，隨個講，該當按樣就改進，入面呢這邊有問題蔬菜，隨改善。它也是必須記錄一下，有用藥方面的話，也方便說它牛奶方面的健康的狀況也比較跟控管。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在餵食草料的時候，有時候就是每隻牛都排站的時候，也就是看它的採食的狀況。從樂農認真嚴格看出來，兩位嘅牛嫩有好名聲，並唔係錢財講嘅。
还按够优质嘅产品，系讲单强做牛能力，强人又同普通，尤其对完全偏向体现，冇特别健康嘅轮背来讲，可能做得到利用牛能两项特产，嗰变出到东西。花啦被剥嘅芥蘭果，看起來就好食嘅冷搭，係唔講以田畜前難想象，就算係裝下嘅輪背，芥魯檔竟然有咁樣一件專門生產精緻糕點嘅專賣店。很最重要嘅係，不論係香也係芥蘭果，都完全使用材體，也就係輪背該日出產嘅七七牛奶。以為這裡只是一個蔬菜產區，不知道我們這裡是全國第2大的酪農產區，才知道說我做烘焙業。要用到的鮮奶量也是蠻大的，就想說，我可以就地取材，然後又可以推廣我們地方上的特產。糕餅店在用的鮮奶是不一樣的，他們大部分都是用保久乳或者是市售的鮮奶。我們這裡有地利之便，我們用輪背的生乳，在酪農區，它那個出來都是沒有調整過的，因為我們早上叫他打電話給他，他接近種的時候，他就送過來，所以它是最新鮮的。這個是一般麵包店沒有辦法享受到的這種福利。利用其他地方冇嘅好處，等於製作好食嘅點心。而是係除了技術，就係了選土100%嘅牛奶。難怪頭家供銷講，只要使用品質好，又係次材體嘅牛奶，聽出就得做出好食嘅奶製品。很多人去北海道去吃他們那邊的蛋糕，還有奶製品，都認為說他們那邊的好好吃、好香哦。我就跟他講說，因為他們北海道就出產那個牛奶嘛，他們北海道牛奶是最有名的嘛，所以一定是很好吃啊。所以我就想說，我們雲林崙背這裡有一個全國第2大的酪農區，我可以在這方面去把它加強，去把它發揮，做出跟北海道一樣好吃的鮮奶蛋糕跟鮮奶甜點。因為牛奶它強調新鮮嘛，那現在就是各農產品都有國外進口的，那鮮奶這一部分的話，如果從國外進口，可能有它的困難度，所以對酪農來講，這是它養牛產業的優勢啊。可是要當起牛奶優勢，做出嘅相關加工品，肯定未做得有好品質。不過輪背香港所韓國奶牛合作社領導單位，在推動酪農業按多年之後，面對時代改變，還係想去打造出冇強用嘅輪背梅圖。因為我伊吼，咧輪背吼強有吼，袂使講吼，台灣吼天二胎啦。所以我感覺講啦，就起飛吼，發電講吼，一條或者魯洛大街是。但外地吼，遊客吼，袂使落來玩。全國第2大酪農區50點以上牧場，9000條奶牛，輪背準備同樣所有酪農做出一條奶牛大街。3年借了機會，本大家體驗7奶製品同時。進一步用觀光發落產業，甚至外本乖乖享用30年過後，輪背嘅奶牛唔單將提供鮮奶，還會3萬將早安鄉親按到好奶牛嘅名聲，達到漢那鄉，送到漢那人。